在新疆7·5事件2周年之际，新疆和田派出所爆发了特大冲突事件。冲突当中，共有18人死亡，多人重伤，其中包括了被挟持的人质、公安与多名维族人士。这是2年以来新疆最大的一次流血事件，为新疆这块已经充满疤痕的地方又增加了新的伤口。和田枪击事件历经1个星期以来，中共官方和维吾尔族人士始终坚持完全不同的立场。谁对谁错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节目开始，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和田事件的经过。在这起事件的背后，埋藏着的除了警民之间的对立、种族间的矛盾、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还有什么？在这期节目中，时事关心与您一同探讨新疆问题的现状与未来。中共官方新华社7月18号率先发出报道。指当天中午12点多，新疆和田市纳尔巴格街道派出所被人袭击，警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击毙14名暴徒，另外还有人质和警察死亡，当时死亡人数还未完全统计。新疆当局随后20号公布事件当天照片，并指证正确的死亡人数为18人，包括2名人质和2名警察。其中，官方所声称的14名被击毙的维吾尔族人，年纪在20岁到40岁之间。纳尔巴格街道派出所所长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这些维族人手持斧头、砍刀、匕首、燃烧瓶等武器，冲进派出所疯狂打砸烧。新疆外宣办主任侯汉敏同时指责，这完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恐怖袭击。不过，世界维吾尔大会坚持说，中共官方的说辞颠倒黑白，并说他们刻意隐瞒被打死的维族人数目，至少有20名维族人丧生，包括妇女和1名儿童，另外有70名维族人遭到逮捕。世界维吾尔大会还说，18号当天100多名维族人上街，只是想要求当局公布2年前在7·5事件中失踪亲友的下落，同时抗议他们的宗教遭到管制。土地被非法征收，一些示威者冲入派出所，要警方释放被捕的维族人，没想到警方立即开枪镇压。Ular qaytib kelmegenden keyin ularning oila tabobatlari shu kuni Xotanning bozorida yig'ilib, ularning surishchisini qilib g'ol-g'ol qilibdi. And because many families apparently lost their loved ones or could not get any news about them, so approximately 100 Uyghur men and women just gathered in town of Hotan just to inquire what was actually going on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新疆流血事件爆发多天以来，海外媒体大量的报道此事，所曝光的角度和细节每天都在更新，而中国内地的媒体则是千篇一律，全部使用新华社的通稿。目前新疆事件进展的具体情况如何？本台记者杨小梅打电话给和田的相关单位，下面是她带来的消息。小梅你好，那你打电话的情况怎么样呢？肖明你好，我大概于7月21日下午当地时间下午2点钟左右呢，先后打了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和和田市新世纪医院。那么这2个医院的电话呢都没有人接听，而且我当天下午呢也是打了好几次，多次呢都没有人接听。那么随后呢我又打了纳尔巴格派出所，这个派出所的电话说呢线路繁忙无法接听。那这个派出所也是打了多次，都是这样的现象吗？大概我打了有3次。那在这个上班的时间，这个就是医院和派出所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这可能和中共下达了封口令有关，因为呢，这个现象呢和当初的7·5事件是非常的类似。7·5事件发生的当天呢，我们立即打进电话呢，当时的医院呢是有人接听的，但是随后第2天呢，医院就没有办法接听了，电话就没有人接了。那还有就是有没有采访到和田当地的民众，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我就打了电话给几个来自新疆的几个认识的朋友，但是他们大部分呢来自北疆、来自乌鲁木齐和石河子一带，这些人呢有汉人也有回族，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他们。据他们说呢，在南疆那个地方呢，平时也是相当的乱，治安也相当的不好，暴力袭击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曾经有一个朋友在几年前大概出差去过和田市。他说他这个朋友呢，在和田出差期间呢，所幸根本就是住在武警部队的宿舍里边，而且白天出门呢要有武警陪同，晚上呢根本就不能出门。所以呢，这次暴力事件发生呢，以往呢实际上治安也非常的不好。那么汉族人呢到那边呢是非常的不安全。那么这次暴力事件发生这么强烈的暴力事件呢，他们认为呢很可能跟中共当局当时没有处理好7·5事件有关。那和7·5事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7·5事件呢，虽然非常令人发指，但是中共在后续的处理问题上呢，也是按他们的话说呢，也是从重从快。当时呢，中共当局呢就抓捕了很多维吾尔族的青年。那么在3个月之后，也就是10月12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就宣判9人死刑。那么这个在西方民主社会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能理解的。在西方的民主国家呢，往往判一个死刑也要花个3、4年的时间，甚至于更长。那么中共当局呢，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宣判9人死刑，那么整个的检调过程和侦办过程完全没有。那么这样虽然是从重从快，但是呢，无疑呢又为后续的这个民族矛盾埋下了一个导火索。好，谢谢小梅。这次流血冲突的导火线之一，我们可以推回到2年前的7·5事件。2009年的7月5号，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数千名维族人走上街头，抗议当局草率处理2名维族工人死亡的案件。新疆警方同样不甘示弱，用催泪弹、高压水枪镇压，双方冲突愈演愈烈，至少有192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接着，新疆仿佛到了全面戒严的时期，直到现在，汉族和维族人的矛盾纠结始终没有解开。在距离新疆4、5千里之遥的广东韶关市，触发了乌鲁木齐的7·5事件。最先是在6月26号，韶关市一家玩具厂爆发汉族工人和维族工人集体斗殴事件，造成2名维族人死亡。事后，中共当局没有对此事公开调查，事态不明，各种死亡说法流传民间。维吾尔族在新疆乌鲁木齐展开一系列示威抗议，要求知道真相。示威行动一直持续到7月5号。人民广场前的数百名维族人被警方驱赶，并有大约70人被捕。3小时后，一些愤怒的维族人开始攻击店铺、砸毁车辆，甚至袭击警察。之后，当局派出武警镇压。冲突中，官方最后公布的死亡数字是192人，其中156名是无辜群众，死伤者大部分是汉人，另外9人被处决。中共官方指责这次事件的幕后主使者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热比亚，并以防止境外分裂主义分子煽动为理由，限制乌鲁木齐的网络和电话。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指出，7·5事件后，最少有43名维族男性失踪，其中还包括小孩。另一方面，热比亚否认中共政府的指控，强调这样的局面是中共当局自己造成的，因为示威者不满中共对维族人的政策。继维族抗议之后，7月7号和9月3号，大量汉人走上街头抗议，与警察和维吾尔族发生冲突，并有人员伤亡。外界认为7·5系列事件是维族长期积怨的一次爆发，同时也显示了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强烈对立。新疆和中国汉地历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曾经交好，也曾经交恶，有过独立，也曾经被纳入过中国的版图。而自从中共统治新疆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疆和汉地的关系逐渐进入了一种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状态。他们的生活空间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但是他们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也许比任何时候都要遥远。新疆在古时被称为西域，它位于著名的古丝绸之路上，在中国的边界长城之外，是欧亚大陆的心脏。2000多年来，它曾经是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对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代曾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分管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其中安西都护府管辖龟兹、于田、疏勒、碎叶4镇，而于田就是今天的和田地区。
都护府的设置，一方面确保中央政府对于边疆的军事调度权，另一方面各边疆地方又有高度的自治。此后的13、14世纪，西域的东部一度为大元帝国的管辖地。至公元1759年到1984年间，今天的新疆地区前后2度被清朝控制，被清朝占领2次，最终被划入了清朝的版图，改名为新疆，也就是新的疆土。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接管了新疆省。1933年，在前苏联支持下，新疆北部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次年被马仲英部队所击败。前苏联从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最有影响的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他们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发动了伊宁事变，再度在北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到了1949年，新疆的国民革命军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汉等向中共投降。同年，中共人民解放军由王震率领占领乌鲁木齐，新疆全境由中共接管。1955年，在这里建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往后的20年，新疆几乎保持着王震带来的强硬路线，加强控制和加快同化。北京并逐步在新疆采取全面汉化政策。据新华社报道，新疆大学自1999年起强化汉语教学，对全校性公共课、基础课、大学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实行汉语教授，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市场竞争对人才的需求，也是根据广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心愿和要求。而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官方的喀什噶尔维吾尔出版社焚毁了上百本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文学，以及3万多册古代维吾尔手工艺。在911之后，北京当局规定未满18岁者不得信教、不得礼拜。这项规定是要从根本上斩断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是对维族人宗教自由的严重迫害。还要求新疆清真寺每天汇报来礼拜人员的情况，包括人数、年龄、性别以及是不是干部等。中共同时在新疆建立兵团，它是目前中国唯一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2003年的统计，兵团总人口达到248万，其中218万为汉人，相当于自治区内有1/3的汉人都在兵团里。中共官方表示，兵团是维持新疆稳定、边防巩固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中共在新疆投注了大量的心力。这几十年间，中共在西部大开发，在新疆成立了自治区，同时挹注了大量的财政补贴，维族人上大学有相当的优惠。另一个让汉人都很羡慕的是，他们不受一胎化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汉人认为维族人不懂得知恩图报，处处引发冲突。但是在维族人眼中，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带给他们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下面是我们稍早对海外维吾尔族的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的采访。Qat'iy ko'rsatmadi. Chunki bizni Manjular besivaga oldi bilan Xitoylar besivamga. Manjular besivaga vaqtida Manjularni onda diktator munda diktator deb Xitoy hukumati tashviq qildi. Manjular besivaganda biz o'z taqdirimizni o'zimiz belgilagan. Manjular besivaga vaqtida Xitoy hukumati Manjulardan, Gomindandan, seni palanimidan biz ozod qildik dedi. Ozod qildik dedi. Lekin biz u vaqtida bizning milliy kimligimizga hech kim tegmadi. İqtisadi taraqqiyotimizga hech kim aralashmadi. Diniy e'tiqodimizni hech kim cheklamadi. Abdunum rayonlarning, shaharlarning rahbarlari o'zimizning millatdan bo'ldi. Lekin biz dunyo uyg'ur qultiyi hozirgacha o'z taqdirimizni o'zimiz belgilash to'g'riliq so'zishimiz, dialog qilishimiz davatimiz Xitoyga. Lekin Xitoy hukumati 60 yildan beri xalq qilgan zulmi bizni va xalqni umidsizlantirdi. Bo'libmi 7-oyning 5-idan keyin butunlay umidni uzdik. Chunki Xitoy xalqiga yolg'on so'zlab, Xitoy xalqining bizga nisbatan g'azabini oshirdi. Chunki ularning 5-ni yuvadi. Biz endi ular bilan inoq o'tish imkoniyatimiz qolmadi.
Aşılar Xitayning propagandası beşini jüvetkini işinip aşı ballarını assa aşınımdan tamaşa qildi. Şununğa Uyghur xalqining mustaqil bo'lishdan boshqa yo'l izlamaydigan darajaga akab qo'ydi. Shunga biz hozir o'z taqdirini o'zi belgilash deyapmiz. Yana suhbatga chaqiryapmiz. Dunyo Uyg'ur qurultiyi. Yana xalqimizni her millat xalqi tinch bo'ladigan, xalqimizni tinchlantiradigan bir yo'lni topayli deyapmiz. Lekin Xitoy hukumatı her kuni o'ltiryapsa, biz nima deyishimiz kerak sen deb baq. Men bu qitim Oliy Kengashda xalqninki raynisini uchun ochdim. Men aş ovoz butunlay mustaqil bo'lish ovozi berdi. Shuning uchun men ular qarshi harakatni men olib boramadim. Lekin yanılı Xitoyni men dialogga kirishga, Uyg'urlarni bostirishni to'xtatishga chaqiraman. Yanılı yaxshi yo'lni izlab topqil oldu. Bütün Xitoy xalqining Xinjiang Uyg'ur avtonom rayoniga borgan burungi tarixni aslab, hozirgini aslab, uyqusini yetishni umid qilishga chaqiraman. Burungi shu mehmondo'st, shu aqko'l Uyg'urlar qani deyish kerak. Shuningga men bütün Jungo xalqining Uyg'urlarning ahvoli to'g'riliq Xitoy hukumatining bu qilayotgan qilmishini ayblashini umid qilaman. Uyg'urlarda mutlaq bütün huquqdan mahrum bo'lgan. Ikkinchi Uyg'urlarni o'ltirish, bostirish. Üçüncü Uyg'urlarni iqtisodiy jihatdan namratlantirirish. To'rtinchi Uyg'urlarning ziminlarini tatib olib, 2 tal pul berib, 20 ming yuan, langvan yuan degan nima degan gap bu? Bir odamning bir umr o'tirayotgan 5-6 odamni beqiyotgan o'ylarga 20 ming yuan berib qo'g'lab chiqarish. Ularni o'zining ziminda tug'izmay majburiy Xitoy o'lkalariga yo'tkash. Chunki uning sababi urf odat o'xshamaydi. Uni o'xshamagan ikki millatni majburiy bir yerga tiqib qo'ysa, ma'ning xarakteri aniga tushmagandek urushidir shu. Shuningga Xitoy hukumatining diktator siyosati Uyg'urlardagi chekidan oshgan huquqsizlik, Uyg'urlardagi umidsizlik mush ahvolni keltirib chiqargan. Aşılar shu kuni saqchilarga berib, saqchilik bilan elishsa, o'ladiganimiz o'qidi deydi. Ular mushundaq tirik yashagandan o'lsakmi, bir haqqa qilib o'laydi deb o'lgan gap deydi. Mushundaq umidsizlantirib oldigan, bo'yetidigan bo'lsa, Uyg'ur 20 million xalq bu, Xitoy hukumati 9 million degan bilan ahvol intayin eg'irlashib ketadi. Hamda Xitoy hukumati men davomli Xitoy hukumatini Uyg'urlarga zo'ravonlik qilishga zo'rlama, ular bilan yaxshilikcha suhbatga kel, biz bilan yaxshilik suhbatga kel, xalqni zo'ravonlikqa zo'rlama deb taklif beryapman. Lekin Xitoy hukumati Uyg'urlarni zo'ravonlikqa majburlayapti. Chunki u tinchlikni xohlamaydi. Ammo shu jidalni mojaroni Uyg'urlarga chiqarish orqali boshqa Xitoy xalqi bilan siyosiy o'yin o'ynaydi.热比亚女士在采访之余和我们寒暄的时候，用带有浓重口音的汉语和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汉族和维族以前关系很好，是共产党把它搞坏了。是啊，1949年当新疆和平归附中共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其实有着漫长的岁月和充足的机会，让这一征服变得更加稳固和永久。中共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缘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和中共渐行渐远。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很多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独立是维吾尔族维持民族生存、文化延续的唯一途径。在这样一种心态的转变之下，未来面对维吾尔族和中共政权的将是怎样一条道路？它对所有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又将有怎样的影响？就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本台资深评论员李天笑。确实是，就是维吾尔族人的心态在最近几十年间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变化。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愿意走这种中间道路的人，中间路线的人，中间路线就是不独立，他要寻求真正的这种自治的这种诉求，好像这种诉求越来越少，相反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要独立，就是要新疆独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暴力活动的倾向也有所增加。在就是中国大陆作家王立雄他的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呢，他在和一个维族朋友的谈话中，这个维族朋友说，暴力活动是促使更多维族民众开始和平抗争的一个工具。
因为暴力活动会遭到中共政府的更强力的镇压，而这种镇压呢，又会使更多的维族人感到愤怒，所以就促使更多维族人走上反抗中共的道路。而且他甚至说，他希望中共的政策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这样才能够使更多维族人更快的觉醒。这样的思路就是听起来，对于汉族人来说，我觉得听起来是有一点可怕的。那么你觉得这样的思路和心态是怎么造成的呢？所以在中共现有的这种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下，你认为有没有解决新疆问题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中共这种政策一有这种反抗的这个情况出现，马上采取这种镇压，那么维族人逐渐的对中共政权失去信心。你看到这个新疆去，很多小孩啊，都是这个往汉族人背后扔石头，是吧？这个有的是仇恨的眼光看着你。这个我们只是在这个被拆迁户这种情况下看到，比如他家里边拆迁了，在内地哈那个小孩就非常仇恨这些拆迁的官员，是吧？等等。那么如果说一个小孩采取这么仇恨的这个态度的话，那长大以后他肯定就造成了一种世世代代的这种反抗的情绪，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改变。那么现在从中共这方面来看，基本上几十年以来对新疆的这种政策，这种思路根本就没有改变，它就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在这个政治上进行高压，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采取一些小恩小惠，进行这个怀柔政策等等，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在历次的这个新疆人的反抗当中，现在越来越厉的反抗当中，已经实际上失去作用了，没有什么作用了。因此呢，这个可能新疆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根本的一种方式才能够突破。刚才说到这个，如果维族它真的出现这种大规模、强力的暴力的形式寻求独立，那在新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这个维族人采取大规模的暴动或者是追求独立这种方式，我想这个代价会比较大。因为现在中共的话，首先它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政权，不但是对维族人，对汉族人也是这样，长期几十年以来都这样。另外，它在新疆的话有大量的驻军，又有武警，又是这个新疆建设兵团有200万人。另外的话，它采取了全天候的各种多方位的这种严密的监视，比方在乌鲁木齐市就有4万多个监视器，是吧？24小时监视这个民众的活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它有镇压的历史，因此呢，维族人的反抗这个会遭到血腥镇压。那么另外呢，就是维族人这种独立的方式呢，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比方说，汉族人现在在中共的长期的移民政策下，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比例，是吧？在新疆的话，也接近40%了。那么因此，如果说一旦独立的话，这个汉维矛盾可能会激化。就像那个王立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呢，如果新疆独立的话，可能就是它分裂的开始。当然这句话可以做一定的这个分析，是吧？但是它里边，我说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另外的话，从这个其他这个跟维族人跟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来看，像跟哈萨克族啊、跟蒙古族啊、跟回族啊之间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在这个各个自治州里边也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可能是走这个高度自治这种方式，是吧？可能会比较合适一些。这也是大多数的对新疆问题的分析家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所以你认为，就是能够真正解决新疆问题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高度自治，但是在共产党的这种框架下吗？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吗？我觉得，在共产党的这个统治架构之中，这种高度自治的模式啊，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什么？因为现在从这个各种问题的根源来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本身造成的，就是共产党本身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靠它来解决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呢，我想根本的出路就是说。解体共产党这个政权，由这个新疆人和这个汉族人以及各个新疆的少数民族，是吧？来共同来决定自己的前途。那么，而且呢，就从另外一方面看来，这种解体中共这种方式本身是和平的，是吧？动荡比较少的，是吧？就是对各民族的这种流血啊，基本上
也是很少的。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和平的这种方式，代价也比较小，而且可能性又比较大。而且呢，就是在这种解体中共的过程中呢，我想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新的道德新的文化体系的建立，就是说各个民族之间呢，就是说要不走原来这种暴力这个强征是吧，还有这种血腥镇压这个思路，而是呢坐下来比较宽容容忍对方的存在，同时一种宽广的胸怀，容忍对方的这种宗教形式是吧，或者是平等的协商的这种方式，共同找出解决的办法。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新疆的问题呢是有可能解决的。好，谢谢天笑。很多中国汉人有着这样一种心态，其实这和中共的心理也是一致的。凡是寻求独立的少数民族，格杀勿论。然而，现实是流血越多，民族矛盾越激烈，距离汉人所期望的维持新疆与中原的统一和平就越难以实现。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林肯作为美国总统，他对政敌的友好态度曾经引起了一位官员的不满。他批评林肯不应该试图跟那些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当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林肯十分温和地说：“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敌人吗？”在新疆的问题上，在流血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可行的解决办法呢？